后来乡亲啊，真正是真无简单。今仔日总算是出日头咯，气温开始来回升。也毋过透早，因为还佫有寒流的影响，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，全台湾12个人工的测站，拢来创下着入冬以来上低温的纪录。这个台北站6.7度，苗栗的造桥上介低，早起的7点甚至才1度半。也毋过爱注意的是，这个日夜温差真大。二时各地气温拢会回到20度以上，但是阴早暗也是真冷，日夜温差到有15度这尔啊多哦。咱的乡亲都要小心，唔通去感到。到这个拜五，拢是舒适的天气；到拜六，佫有一波冷空气的到位，无排除有这个寒流的强度。暂时崁伫山顶，日头一日照，是尤其这个时期特别水，也毋过嘛感受到寒流的脚步已经慢慢远离啊。全台各地拢感受到这波超强寒流的威力，气温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今日日透早各地纷纷创下入冬以来上界低温的纪录。我们观测到最低温是在苗栗的造桥，有到1.5度。今天白天随着寒流的减弱，再加上太阳的照射之下，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18到20度以上。水汽减少，加上拢无云，暗时地表散热较紧，产生辐射冷却，和这个气温快速的下降。伫今日日透早，全台湾有12个人工测站，拢创下入冬以来最低温。为家人台北邦桥，甚至到中部的台中、嘉义、台南的永康甲花莲台东，拢真冷。不过，所来寒流远离了，要注意的是日夜温差真大。日夜温差将近有15度以上，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。那这样子稳定的天气，预计呢可以再维持到周4、周52天。那在清晨的部分，各地的低温大致上还是会有11到14度左右，会使享受日时日头的温暖。不过16、拜六开始，又有另外一波冷空气落南，估计是强烈的大陆冷气团。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等级，1月份才过一半尔，已经有3波寒流来报道。台湾最近未舒适哪些个冷冻寒季。